离开待了17年的唱片公司，是歌手也挑战过演戏的 Ella， 今年决心喊出戏剧元年。对于往后唱歌和演戏工作的比重，她强调我还是会唱歌，但想演戏也是认真的。Ella 陈嘉桦在2月上映的台湾麻将贺岁片大三元饰演女主角沈无缺，戏中有不少无厘头桥段演出，除了不时流利念上一段数来宝，更有神来一笔现唱一句。而去年才走过和前东家合约风波的她，也难得接受多家媒体专访。日前与中央社记者在台北畅谈从歌手到演员的挑战目标。回顾 Ella 上一部电影作品是2015年的《缺角一族》，问及相隔4年在拍电影的心情，反应快的 Ella 节奏突然慢下来，并缓缓道：“4年前虽然我也很想要多演戏，可是又觉得很多事情在做，好比参加综艺还有一些主持，没办法很专注在戏剧上。” 2015年时 ，Ella 仍是由唱片公司规划她的演艺生涯。她表示，虽然公司知道她有意朝演戏发展，但当时的她也处于摸索状态，加上演戏相对需要机会，当你一直等戏约的时候，也不可能都没工作。去年 Ella 与团体 S.H.E 中另外2姐妹一起离开待了17年的唱片东家，如今走过合约风波的 Ella 下定决心把2019年视为戏剧元年，更强调无论是电影或电视剧，今年就想专注演戏，我是认真的，而且是全力以赴的那种。不过，对于往后唱歌和演戏工作的比例 ，Ella 表示，她还是会唱歌，因为唱歌是她从小就喜欢做的事情。我没有封麦，没有要放弃当歌手，只是今年在戏剧比重上会多放一点，并且不排除仍会有个人音乐作品。面对外界十分关心 S.H.E 往后动态 ，Ella 强调，他们还是很期待有一起工作的机会，并说希望还是有机会和歌迷见面，也期盼跟前东家继续合作，只是现在双方都还在沟通的过程中。歌唱并非 Ella 唯一想走的道路，会想成为演员的原因 ，Ella 坦言很有趣，每天都有新鲜感，很多惊喜等着我。也笑说演员很符合她双子座的性格。不过没上过正统表演训练课程的她，以往都凭本色反应、本能演出，直到近年才渐渐体会到如何当一名好演员。从歌唱生涯对照现在的状态 ，Ella 坦言，最大差别是更有自信。由于随着年龄渐增并走入家庭，对于人生状态更自在，更了解自己后，除了发现想成为一名好演员，也才渐渐享受到唱歌的成就感。以前唱歌总是伤喉咙，录音时都用错方式，很用力唱。Ella 一集在 Selena 伤后回归的第一场3人演唱会，她生怕搞砸。我知道我不是唱得最好、最棒的那一个，当然我也不希望是我拖垮他们，因此在倍感压力之下便产生心魔，让她唱歌一度非常没自信，甚至找不到方向感。Ella 有感而发说，做任何事情都需要热情支撑，也难免会遇上困难或挫折。然而回顾以歌手入行的历程，她直言很幸运，但对她来说，无论是唱歌或是演戏，很多事情都得从零开始学习，慢慢摸索、累积。事实上，个性活泼外向的 Ella 至今已接演过3档贺岁片。问她是否担心被贴上喜剧演员的标签，她则开心笑回：“
如果你可以这么肯定说我是喜剧演员，那我也 OK， 就表示我成功了啊！我在你心中就是个演员。在 Ella 眼中，喜剧也是很不容易的表演方式，要逗人家笑也是需要功夫的。如港星吴君如、周星驰的喜剧表演，就令他深深着迷。近期则十分欣赏中国大陆演员黄渤浑然天成的喜感，并认为他主持谈笑风生、说学逗唱充满内涵之外，也十足具幽默感。至于未来最想跟谁对戏 ，Ella 直呼她的梦幻对象是金马影帝梁朝伟。他真的是演什么像什么，虽然不是印象中的超级大帅哥，但他的角色就会让人觉得怎么可以帅成这样。如果可以跟他对戏，那是我何等的幸运。Ella 如今喊出戏剧元年，努力朝演员路前进。她说，不介意外界看他是什么类型的演员，未来任何类型的作品都想尝试，也想挑战和他性格差距很大的角色，期许往后累积表演经验，让大家看见他在戏剧上的努力。中央社。